唔該，我2籠蝦餃。你好，我要一碟腸粉。我要1籠排骨。你好，3籠燒賣。呢個係腸粉。我要2籠燒賣。你好，我要你好，我要一碟腸。要1籠腸粉。1碟是汁。請問呢個咩？係？你好，呢個請問呢個係乜？呢個係乜嘢？呢個係是汁。排。你好，要1籠燒。你好，我要2碟腸粉。你好，1籠。老爸，我们买个 Super Duolingo 吧，我真的非常需要无限能量。还是以后再说。